虽然保龄球不是主流的运动项目，嘛有侪青少年唔捌耍过，不过市警局的青春专案，则希望让青少年多元接触正当的休闲运动，嘛达到亲子情感交流，所以特别选择8号父亲节之天盛大举办保龄球比赛，吸引将近100名青少年甲家长组队参加，场面盛大热热。2、1，好，请启动。这是父亲节，那父亲跟孩子一起亲子活动。那我们因为这样子呢，期待青年朋友、青少年呢，不要到不正当的场所，也不要吸毒啦，或者是诈骗。有时候不小心当车手，那这样一辈子就毁了。感谢警察局能办理这样的活动，让青少年有一个好的一个活动场所，能够尽情的将他们的体力展现出来。盛大的保龄球比赛，除了让亲子有机会互动享受，嘛进一步提升青少年对家庭的归属感，和亲子拢乐在其中。有机会让家长跟小朋友有比较深的互动啊，因为平时有时候家长也可能不太晓得小朋友在学校在学些什么、玩些什么。那刚有这样的机会，让小朋友一起跟家长来，他也可以知道哦，家长以前我们也玩过这个。他也知道哦，爸爸原来蛮厉害的哈。今天刚好在这个父亲节，然后来参加他们的活动，这样子。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，就是台南市可以举办这个活动，就是可以跟很多小朋友啊，还有一些家长，就是平常没办法就是一起互动，但是这次就会有很多机会可以跟家长还有爸爸一起互动，尤其今天是父亲节，活动蛮有意义的哈。然后寓教于乐，带着孩子来玩也感觉蛮好的。为了宣示守护青少年打击毒品、诈骗等违法行为的立场，会长嘛设立宣导专区，共同营造一个适合青少年安全成长环境。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。